聖經申命記28章32節，你的兒女必歸於別國的民，你的眼目終日切望，甚至失明，你手中無力拯救。呢度俾我哋見到另外一個境況，以色列人若果進入到迦南應許地，唔聽話，唔守律法，唔行喺神嘅喜悅裏邊嘅時候，佢哋遇到另外一種境況，就係佢哋嘅兒女被別國歸別國嘅民，即係俾別國嘅外邦人被擄去，佢哋嘅眼目失明甚至失明，睇唔到嘢，手中無力拯救。呢度無力拯救嘅意思係話nothing you can do， 即係冇任何嘢你可以做，冇任何嘅辦法。有時我哋都會盡量去解決自己嘅問題，但係你唔行喺神嘅旨意，冇神幫助嘅話，你乜嘢都做唔到。求主幫助我哋真係曉得行喺神嘅旨意當中，討佢嘅喜悅，讓神成為我哋嘅幫助，討佢嘅喜悅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